願恩惠平安從我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阿門。弟兄姊妹，今日係教會年曆嘅服務期嘅第4個主日，亦都稱為一個叫事牧主日。喺呢個主日，我哋每年嘅經課都特別選用喺詩篇23篇同埋約翰福音第10章嚟嘅，讓我哋一齊思想耶穌係一位點嘅好牧人。今日係教會年嘅馬可年，我哋大信息嘅核心仍然一致，就係主耶穌向世人宣告：我係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喺過去幾個服務期嘅講道信息裏邊，我哋一直都思想復活嘅意義，就係耶穌基督已經戰勝咗死亡，為一切信佢嘅人能夠帶嚟新生命嘅盼望。然而當耶穌復活之後，最初跟隨佢嘅婦女門徒冇因為立刻係活喺喜樂裏邊，相反佢哋親眼睇到耶穌被釘死、被埋葬，心裏邊充滿哀傷同埋失望。所以主嘅顯現唔單單係復活嘅證據，更加係愛嘅顯現。佢要親自嚟尋找嗰啲陷喺絕望裏邊嘅人，重新堅固佢哋嘅信心。因此我哋都要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耶穌嘅復活今日究竟對你有啲咩帶嚟咗啲乜嘢？而呢位復活嘅主同你同我又有啲咩關係呢？約翰福音被稱為一本叫生命嘅書，因為使徒約翰寫呢本書嘅目的就係要讓人認識耶穌係邊個，並且因為信佢而得生命。所以約翰福音有兩個好重要嘅特色：第一，佢唔係好似其他福音書咁樣按住次序去記述耶穌嘅生命，而係特登揀咗7個嘅神蹟，為耶穌嘅身份同永生作見證。第二，佢記載咗耶穌7次用我是呢個字嚟作為宣告，清楚指出佢就係嗰位從神而嚟拯救世人嘅救主。故此今日嘅經文約翰第10章，耶穌喺第11節嗰度就向我哋啟示自己嘅身份。佢唔單止係稱自己係好牧人，喺第9節更加宣稱自己係羊嘅門。咁呢一道門究竟代表啲乜嘢呢？而咁又同我哋有啲咩關係呢？當你要明白呢一點嘅時候，我哋要翻去約翰福音第9章嗰度記載到一個生來瞎眼嘅人被耶穌醫治咗之後，唔單止用眼可以睇見，更加重要嘅就係屬靈嘅眼睛被打開，佢認出咗耶穌係從神而嚟嘅。佢係因為咁樣緣故，就被法利賽人趕出咗會堂，即係等於喺宗教嘅群體裏邊係被拒絕同隔離。當人將佢趕走嘅時候，耶穌卻係主動嘅揾翻佢，接納佢，堅固佢。正係喺呢個背景之下，耶穌就第10章講咗一個好牧人嘅比喻。比喻裏邊有羊、有門、有牧人，亦都有盜賊。睇嚟好似好複雜，但係當我哋將第9同第10章擺埋一齊睇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嗰個瞎子重見光明，帶領人進入真理，就係好牧人耶穌。而瞎子當然就係嗰隻羊。而嗰啲拒絕、排斥甚至趕走嗰個瞎子嘅法利賽人，就係比喻裏面所講嘅盜賊、強盜。事實法利賽人佢理應係帶領百姓嘅牧者，但係佢哋卻係冇將人帶到神嘅面前，反而將人拒諸門外。甚至第9章40最後一節更加講到，佢對治好瞎子嘅耶穌好極大嘅敵意，指責耶穌喺安息日治病，一定唔係從神而嚟，一定係一個罪人。因此耶穌喺呢度用兩個好清楚嘅宣告，去總結咗佢同我哋嘅關係，就係佢話我哋聽，佢就係門，亦都係好牧人。所以佢唔單止愛我哋、保護我哋，更加親自引導我哋走向生命之路。弟兄姊妹，當我哋翻到今日嘅處境，你會發現呢段經文特別貼近我哋嘅生命，因為我哋淨係活喺一個睇嚟好似好多選擇，但同時係極度混亂嘅世代當中。每日我哋打開手機，資訊就好似洪水咁樣湧埋俾我哋，邊個嘅明星離婚啊，邊個嘅人做啲咩醜事，哇！成個 Facebook 洗晒版，當然會。更加有人可能會教你致富，有人教你點樣建立人際伴侶關係，亦都有人話俾你聽咩叫成功人生嘅秘訣。
似乎每一把聲都話俾我哋聽，呢一條路可以帶你去一個更美嘅地方。但係好奇怪嘅就係，當選擇越多嘅時候，人嘅心反而更加迷失。曾經有一個弟兄分享過，佢話佢移民到澳洲，一切從頭開始，為咗建立一個穩定嘅生活，佢努力嘅工作，不斷嘅加班，希望可以改善家庭嘅環境。表面上佢一步一步接近咗理想嘅生活，但係佢唔知道自己喺度追求啲乜嘢，亦都唔知道呢條路會究竟帶佢又去到邊一度，甚至走到幾遠。結果有一日喺崇拜裏面聽到詩篇46篇第10節嗰度講：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嗰刻佢突然間醒咗，原來自己一直喺度追逐緊好多嘅門，但從冇停低過落嚟問究竟邊一度先至係真正嘅入口。弟兄姊妹，喺呢個其實就係今日我哋嘅寫照。你每日都喺度入門，但係入到唔同嘅選擇、關係、目標同埋價值觀。但係問題唔係在於有冇門俾你入，而係在於究竟你揀定邊一道門。事實喺眾多嘅聲音裏面，耶穌冇話佢只係其中一道門，有清楚話俾佢哋聽，我就係門。故此當呢個世界提供睇嚟好似無數咁可行嘅出口嘅時候，耶穌卻係邀請我哋翻到一個簡單又確定嘅真理，就係真正嘅出路，唔係在於更多嘅選擇，而係喺度選擇正確嘅入口。所以今日讓我哋一齊去思想，喺呢個混亂嘅世代裏面，我哋係咪已經好認清呢一道門，呢一道真正嘅門，定係我哋仍然想繼續揾多不同嘅門，或者喺其他嘅門當中去徘徊呢？第一，弟兄姊妹，當耶穌喺約翰福音第10章講到羊同牧人關係嘅時候，一開始第1、第2節，佢就指出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則，就係真正屬於神嘅人係光明正大咁樣由呢個門入嚟，而嗰啲兜路翻牆，甚至用其他方式進入呢個屋裏面嘅人，佢哋嘅動機已經唔正當，佢哋自然就係賊，係強盜。因此門唔單單一個出入口，更加係一個分辨真同埋假嘅標準。尤其當時中東嘅社會地區裏面，羊圈一本只有一個入口，有一啲我哋稱為呢個喺第3節所講嘅嗰啲公用嘅羊圈，唔單就安全嘅門保護住，亦都把守門嘅人更加有門嘅鎖匙。另外一種較為荒謬啲少少嘅第9節講到嘅，就係啲簡陋嘅羊圈，可能係一個山屋，或者簡單到可能一個圍欄，甚至用幾塊石去砌出嚟，根本就冇門。所以夜晚嘅時候，牧人就會親自躺喺入口嘅地方，瞓喺入口嘅地方，用自己嘅身體成為一道門，守護住羊群，防止野獸侵入，亦都防止羊被擔走。所以門唔單單一個通道，更加一個保護，一個界線，甚至係生命嘅保障。因此所有羊嘅進出都必須經過呢一道門，凡唔經過呢道門而入嚟嘅，就唔係被牧養嘅，而係嚟偷竊、殺害同埋損壞。弟兄姊妹，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其實都係一樣嘅。今日好多嘅聲音話俾我哋聽，呢條路係可以行嘅，嗰條路嗰個方法係掂嘅，甚至有啲路睇起嚟更加快、更加吸引人，可以去到我哋嘅目標。但係主耶穌佢話俾我哋聽，唔係每一條路都能夠帶嚟生命。因為有啲睇嚟係門，其實係一個陷阱。第7節同埋第9節，耶穌作咗一個非常之清楚嘅宣告。佢話我就係門，不過耶穌冇話俾我哋聽，我係一道門，亦都好似有其他嘅選擇，而係佢好清楚宣告話俾我哋聽，佢就係一個正門。佢係可以睇到呢個係好排他，甚至一個唯一嘅宣告。耶穌講到佢自己一隻門嘅時候，第一係一個得救嘅門。喺第9節，耶穌提醒我哋，真正嘅平安就係同神嘅關係，唔係靠行為或者宗教嘅表現，亦都唔係靠自己嘅努力，而係單單透過耶穌基督。
就正如以弗所書第2章8到9節，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得救係本乎恩，亦都因着信，唔係出於自己嘅行為，係神所賜嘅。今日好多人以為我哋做好人、做好事、行我哋所當作善事、守規矩就可以心安理得，但係聖經清楚話俾我哋聽，得救唔係人尋找到上帝，而係神喺基督裏面為我哋開咗一道門。第二，耶穌話佢寫門嘅時候，呢一道係自由同埋公義嘅門。喺第9節好指出，人唔單止可以自由嘅進出，而且牧人會帶你去到一個好靚嘅青草地，出入有草色。所以呢度所講嘅自由，唔係俾我哋放縱，而係基督裏面嘅一個安穩同埋公義，亦都唔係因為規條壓到我哋唞唔到氣，而喺主裏面真係學到一個真正嘅滿足。詩篇23篇第2節就好清楚話俾我聽，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呢個正正係好牧人帶領羊群一個圖畫。有一個年輕人喺一生嘅規劃裏面，一直都好有目標，去努力讀書、揾好工，積極去建立一個好好嘅人際關係，淨希望自己可以喺社會上站穩陣腳。因為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方向正確，人生自然就會好順利。但當佢真正踏入社會工作幾年之後，佢開始發現，原來現實真係唔係自己過嘅預期，唔單止壓力好大，人際關係好複雜，競爭亦都好激烈，甚至開始覺得好攰，開始去懷疑自己。當我讀到詩篇箴言第3章嘅時候，突然俾一個好大嘅反省，原來過去佢一直依靠嘅係自己嘅能力、判斷同埋計劃，以為呢啲就係人生嘅門，但係佢從來冇真正將自己擺喺主嘅生命當中，讓主帶領佢嘅方向。呢一刻佢願意放低自己，又開始禱告去尋求神嘅帶領。佢慢慢發現，原來真正嘅平安唔係嚟自銀行戶口有幾多錢，亦都唔係嚟自幾多嘅成就，而係嚟自同神嘅關係。於是開始清楚自己點樣走落去。頂知好多嘅時候，我哋都係一樣嘅。我哋曾經進入過事業、金錢、關係、地位呢啲不同嘅門，以為呢啲都能夠帶俾我哋安全感同價值。但走到一個階段之後，你就會發現，我點解仍然繼續嘅空虛不安，甚至我有好多嘅焦慮，甚至我更加迷失。心裏諗點解？係因為呢啲都唔係門，只係睇嚟好似係一個門嘅選擇。所以唯有當我哋真正進入基督裏邊，同佢建立關係，你先會發現，原來真正嘅平安唔係取決於我哋外在嘅條件，而係嚟自嗰位為我哋開始、為我哋開路，並且親自看顧我哋嘅主。所以弟兄姊妹，好多嘅時候唔係我哋冇努力，而我哋行錯，我哋係進出入錯門口。我哋唔係冇方向，而我哋冇從正確嘅入口開始。所以今日呢段經文俾我哋提出一個好直接嘅問題，就係你而家你從邊一道門進入過你嘅永生裏，進入你嘅人生裏邊，而你所依靠嘅係咪嗰啲金錢、能力、關係、權力，甚至好多嘅嘢，定係主耶穌基督咧？我哋要記住，耶穌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佢就係嗰隻門，表示佢唔係其中之一隻嘅門，而係唯一嘅入口。所以當世界充滿住所謂嘅捷徑嘅路、替代嘅方案嘅時候，主佢係邀請我哋翻到去最基本嘅選擇，唔係要揾更多嘅門，而係要認清佢就係嗰個唯一真正帶我哋俾我哋生命嘅門。第二，第一點俾我哋睇到門嘅重要之後，我哋更加要知道我哋應該從邊度進入呢道門，而且係都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嗰道門係邊度。當我哋已經進入到呢道門之後，一定更加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要問，咁我哋同呢一位牧人建立一個真實而親密嘅關係未咧？喺第3節，耶穌俾我一個好寶貴嘅圖畫，就係牧人唔單止帶領一群嘅羊，而且按住名字一隻一隻咁呼喚佢哋嘅名字。呢個就係提醒我哋
信仰從來唔係一個集體式嘅跟從，亦都唔係因為人哋信你就走去信。真正嘅信仰係耶穌基督同你同我之間一個好個別亦都好親密嘅關係。簡單啲嚟講，主唔單止認識我哋一班嘅人，更加認識我哋每一個人嘅屬性。就正如以賽亞書43章第1節嗰度所講，佢曾經提你嘅名，召你是屬我哋。我哋嘅主唔單止認識你嘅名，更加知道你嘅處境，關心你嘅生命。但問題嘅就係我哋認唔認得出佢嘅聲音咧？因此咧，第4、第5節呢度強調咗一個好重要嘅屬靈原則。主羊之所以能夠跟隨牧人，唔係因為被強迫，而係因為佢哋認得牧人嘅聲音。就正如嗰個被治好嘅孩子一樣，佢冇聽從法利賽人嘅威嚇，反而堅持為耶穌作見證，甚至願意被趕出會堂。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已經聽到真正牧人嘅聲音。同樣今日我哋能唔能跟從主，亦都在乎我哋係咪熟悉佢嘅聲音。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真係活喺一個好多聲音嘅時代，每日打開手機，各種資訊、廣告、價值觀不斷嘅湧入我哋耳朵裏面。有人話俾你聽點樣可以成功嘅人生，亦都有人會定義俾你聽咩係幸福快樂嘅人生，更加係用唔同嘅方法嚟影響你嘅選擇。但喺咁多嘅聲音之中，有幾多真係出於神嘅聲音？有幾多係盜賊嘅聲音？喺唔不覺之間將你引定咗正路嘅。約翰一書4章1節提醒我哋每一個信徒都需要一個屬靈嘅分辨。有一個姊妹分享到，佢平時好中意喺網上面去睇各種各樣嘅理財、人生規劃嘅呢啲嘅信息。一開始嘅時候，即係貪得意有興趣去睇，慢慢去學，慢慢就發現越睇越多嘅時候，就覺得越嚟越焦慮，因為發覺自己永遠都做唔到呢啲嘢，總覺得人哋比自己更加成功，結果自己嘅生活前景覺得非常之不好。直到有一日喺靈修嘅時候，馬太福音第6章13節就提醒佢話：你要先求他的國，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交給你。突然間佢醒咗，發覺自己一直都聽到好多世界嘅聲音，但係佢係好少安靜落嚟去聽主嘅聲音，於是就開始調教自己嘅生活，減少去睇呢啲無謂嘅信息，並且固定去讀經祈禱。慢慢就發現原來內心嘅焦慮減少咗，亦都清楚上帝要去追求啲嘢。弟兄姊妹，呢個節目提醒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事實，就係我哋聽到輔導聽緊啲咩聲音，我哋就會俾咩聲音去影響我哋。如果你長期即係聽到世界嘅聲音，我哋嘅價值觀、我哋嘅人生觀，自然都係會被世界塑造。但係嗰陣時就聽主嘅聲音，我哋嘅生命就會被主慢慢嘅改變。正如羅馬書10章裏提到，可見信道係從聽道嚟，聽道係從基督的話來的。所以熟悉主嘅聲音就係信心成長嘅關鍵。但係關鍵真係唔係在於聲音有幾多，而係在於你係咪認識熟悉牧人嘅聲音。而呢種熟悉亦都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建立翻嚟，嚟透過每日同主同行，建立讀經、敬拜、禱告，喺生活裏邊學習聆聽同信服。弟兄姊妹，人之所以能夠避開危險，唔係因為佢哋太聰明，而係因為佢哋認得牧人嘅聲音。佢哋能夠避開人生嘅陷阱同誘惑，唔係因為我哋特別有智慧或者有幾有經驗，而係因為我哋熟悉主嘅聲音。所以今日讓我哋再一次思想，喺眾多嘅聲音裏邊，究竟你常唔常去聽緊邊一把嘅聲音？而又點樣真正認得呢個係主嘅聲音呢？定係你已經被其他嘅聲音掩蓋咗，你聽唔到神嘅聲音呢？求主幫助你哋，唔單止有呢一度嘅門，更加喺關係上面認識佢，聽從佢，好讓我哋喺人生嘅路上面唔會迷失，反而能夠咁樣陣陣咁樣跟隨呢位愛我哋嘅好牧人。第三，當耶穌講到門同牧人關係之後，喺第10節，佢帶嚟咗一個好清楚，亦都係整段經文嘅核心信息。佢話盜賊來，
無非是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喺度耶穌用咗兩個好完全不同嘅生命道路擺咗我哋嘅面前，好似一個好強烈嘅對比一樣。首先盜賊嘅工作就係偷竊、殺害、毀壞。不過呢度所指嘅盜賊唔係一定係指某一個具體嘅人物，可能代表咗一切離開咗神嘅價值觀、錯誤嘅聲音同埋各種嘅誘惑。呢啲嘅嘢，往往表面上睇嚟真係好吸引人，但係最終佢係會一點一滴挖空咗我哋嘅生命、價值同埋靈魂。佢唔單止會偷走咗你嘅平安，使你長期活喺焦慮嘅裏面，並且吞噬咗你嘅關係，使到你人與人之間充滿着俾好多嘅比較、競爭，甚至你死我活嘅混場面，甚至最簡單就係令到你失去咗方向，唔再知道生命嘅真正意義。所以耶穌喺另外一方面嘅都清楚宣告，佢話佢嚟嘅目的唔係要控制人，而係要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弟兄姊妹呢度所講嘅豐盛，往往好容易俾人誤解，以為豐盛就等於我哋事業成功、財富增加、生活順利呢個事情。但主所講嘅豐盛，唔係單單係外在嘅飛黃騰達，而係一種生命質素嘅轉變。咁呢一種係一種點嘅生命咧？因為世界上有好多嘅宗教都要求人透過善行嚟換取生命，結果使到更多嘅人更加疲累，因為我哋根本就唔知道要達到咩目標先可以達到呢個所謂嘅人生嘅頂點，於是就失去咗一個真正嘅生命。但係所佢係完全唔同，佢唔係要求我哋喺佢身上得到啲乜嘢，而係要佢已經將佢嘅生命白白賜俾我哋。就正如哥羅西書2章嗰度講到，因為神本性一切嘅豐盛都有形有體咁居住喺基督嘅裏邊，你哋喺佢裏邊亦都得到豐盛。呢個正好提醒我哋話我哋知主自己係幾咁嘅豐盛，我哋喺佢裏邊亦都可以得着同樣嘅豐盛。所以使徒保羅喺腓立比書第4章10節話俾我哋聽，佢話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亦都知道怎樣處豐富，隨時隨地，我都得了秘訣。呢個就正正係生命一個寫照，就係喺你缺乏裏邊仍然有滿足，喺壓力裏邊仍然有平安，喺絕望嘅裏邊仍然有盼望。弟兄姊妹，呢種豐盛嘅生命唔係從外在條件而嚟嘅，而係嚟自我哋同生命嘅源頭開始。主耶穌教你要同主耶穌嘅基督嘅豐盛連結，就正如耶穌喺第15章約翰裏邊提醒我哋，我係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我哋都知子若果離開咗葡萄樹，就自然有可以睇到枝子若果連於喺葡萄樹裏面，當然有生命嘅流通，會結出果子。但離開咗就會枯乾，失去生命。同樣，當我哋同主連結，生命自然就會湧出力量同埋果效。離開咗主，我就只會失去咗真正嘅生命力。有個弟兄曾經經歷過事上好大嘅挫折，公司倒閉，經濟極力嘅壓力好大，一度對未來感到好迷茫。用人嘅眼光去睇，佢人生似乎已經跌到一個好低嘅低谷。喺嗰刻裏面，但係仍然冇離開神，反而緊緊嘅跟依靠神，每日禱告讀經，將一切憂慮都交俾上帝。慢慢去發現，雖然環境真係冇改變到，但係心裏邊有一份從未經歷過嘅平安。佢後來分享到話，我以為我失去咗一切，但等於原來我就等於好似失去生命一樣。但係原來當仍然有主，我生命就冇被斷開，反而變得更加真實。弟兄姊妹，呢個正係主所應許嘅一個豐盛嘅生命，唔係冇風浪，而喺風浪裏面仍然有主嘅同在；唔係冇困難，而喺困難裏面仍然有力量。所以問題唔係你而家擁有幾多，而係你嘅生命裏面係咪同主連結？
如果我哋離開咗主，更多嘅資訊、更多嘅門都唔能夠帶俾你真正嘅滿足。但係如果我哋耶穌裏邊嘅話，即使環境係好有限、好狹窄，我哋生命仍然可以好豐盛。故此今日主嘅話再一次向我哋發出邀請，你要選擇邊一種嘅生命？你要被呢個世界一點一滴去掛空你嘅生命，定係嗰一種喺主裏邊不斷被更新、被充滿，而且湧流嘅生命？第10節，耶穌話我哋聽：我來了是要讓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但願大家唔單止聽到呢個應許，更加願意回應呢一個好人嘅呼喚，進入佢嘅裏面，同佢連結，好讓呢個豐盛嘅生命唔係淨係單單聖經裏邊嘅說話，而係真實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活出嚟。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今日從耶穌宣告佢係門，係好牧人，一路思想到佢所應許嗰個豐盛生命之後，我哋最後不能不面對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非常之個人、一個非常之真實嘅問題，就係今日你嗰道門喺邊度？其實我哋每一個人每一日都喺度進入唔同嘅門，但我哋都透過唔同嘅途徑去揾安全感、價值感同埋滿足。有人會透過明星，希望可以被人肯定嘅睇見；有人透過要揾多啲嘅錢，甚至成就，以為擁有更多就會安心。更加有人透過一段嘅關係，將整個嘅生命嘅盼望寄託喺個人嘅身上。所以今日好多人都講一個唔知係笑話定係好似好諷刺嘅笑話。好多人好中意做第三者，因為佢哋縱使覺得係一個好羞恥嘅事情，但係仍然覺得因為佢想揾到呢個寄託。今日嘅人嘅價值觀真係好大嘅問題。所以問題嘅係呢啲所謂嘅門，係咪真係能夠帶你進入個豐盛嘅生命裏邊，定係只係不知不覺間將你帶到一個更深嘅空虛裏邊？耶穌今日好清楚話俾我哋聽，第9節，佢就係門，但係佢並冇話俾我哋聽，佢只係其中一個嘅選擇，而係指出佢就係嗰個唯一能夠帶你進入生命嘅入口。或者你已經你或者已經信耶穌好多年，但你係咪真係進入咗呢一道門咧？出入得草嘅咧？定係你只係站喺門外，聽到好多嘅道理，但係用自己嘅方式去生活，甚至係曾經進入過呢道門，但係不知不覺間你嘅焦點已經轉移咗，開始依靠自己呢個世界裏面其他嘅門去支撐你嘅生活。弟兄姊妹，無論你嘅今日點樣嘅光景都好，主仍然再一次向你發出呼喚，佢唔係要定你嘅罪，而邀請你翻嚟，因為佢係嗰個好牧人，佢認識你、呼喚你，亦都等你回應佢嘅聲音。因此今日，我哋唔單止一齊有一個反思嘅時刻，更加一個行動嘅時刻。你願唔願意回應牧人嘅呼召，重新將你嘅生命嘅焦點帶到去翻耶穌基督嘅生命當中？呢個唔單止意味住你需要重新去建立同神嘅關係，重新開始要認認真真嘅讀經、祈禱、學習聽佢嘅聲音，並且更加需要嘅就係放低一切你覺得一直找住你唔想放嘅嘢，就係嗰啲你以為能夠帶俾你平安感、安全感嘅事情，但係實際上其實呢一切都只會令到更加攰嘅門。我哋要記住，主並冇要求你完全嘅準備好嚟到佢嘅面前，佢只係溫柔嘅同你講一句：你願唔願意踏出呢一步？因為只要你踏出呢一步嘅話，跨進入咗呢個門裏邊，主所應許嘅生命就唔需要等到佢翻嚟先開始，而係當你肯踏入去嗰刻裏邊就已經開始。從你願意回轉嗰刻裏邊，你就從你重新同主連結嗰開始，就嗰份嘅平安、嗰份嘅盼望、嗰個屬於上帝嘅生命就會一點一滴喺你嘅裏面成長。今日呢個世界實在為我哋提供太多睇嚟可以可行嘅門，實在五花八門，令我哋好眼亂，甚至我哋好緊張，似是而非。睇嚟都讓個個都似一條新路、一條出路，但係佢哋真正能夠帶俾你平安咩？一定唔能夠。真正能夠讓你得自由咩？絕對唔能夠。真正能夠滿足你生命裏邊最深嘅需要，更加冇可能。
所以今日耶穌已經為你打開咗呢一道嘅真正嘅門。問題唔係嗰道門喺唔喺度，而係你係咪願意走入去。但係我哋今日唔單止聽到主嘅聲音，更加願意回應佢，進入佢嘅裏邊，活出嗰個真正豐盛嘅生命。求主幫助大家，我一齊低頭禱告。天父，感謝你，因為你係我哋嘅門，你係我哋嘅牧者。你當我哋喺呢個人生上邊，呢個人生嘅道路上邊，我哋好多嘅時候都我哋好固執，我哋好多時候都走緊自己嘅路，我哋忘記咗神你係最重要嘅，以至到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淨係顧喺我哋嘅生活、我哋嘅家庭、我哋嘅事業，甚至我哋嘅所謂我哋一切嘅事上邊，我哋忘記主你係我哋嗰道門。我哋太多嘅時候，我哋走錯路，入到唔應該走嘅路，以至我哋裏邊好多嘅空虛，好多嘅抑鬱，甚至好多嘅壓力。求主你帶你翻嚟出嚟，讓我哋能夠走喺你嘅門，從你嘅門進入你嘅生命當中，我哋能夠得着主你俾我哋嘅愛。求天父你就幫助我哋喺教會當中又軟弱又困難嘅，求你憐憫醫治佢哋，保守佢哋，讓我哋能夠再一次翻到你嘅身邊，讓你成為你嘅門，成為佢牧者。求主你繼續帶領保守我哋嘅人生，我哋叫交到主耶穌基督聖名之祈求，阿們。